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1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走勢可以說讓全球資本市場為之振奮。為什麼？因為昨天美股是暴跌，但是我們胡適走出了自己的風格，引領全球資本市場，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這也讓我暢想中國資本市場光明論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氣。我們一起暢想中國資本市場光明論。根据財聯社報道，6月17號市場低開高走，咱們的資本市場先是一個完美漂亮的回撤，直接低開倒車接人，然後逐步走高，尾盤紛紛呈現出一種上攻的態勢，將慢牛行情演绎到極致。截至收盤，沪指漲 0.4%， 深成指暴漲 1.3%，創業板指數暴漲 1.56%， 可以說走勢相當漂亮了，並且成交量 3.11萬億，比昨天又多了將近300億，說明交投兩旺。而且今天對金融消費者也非常的友好，今天有1723家是勇往直前，一馬當先漲起來了，讓金融消費者切切實實的享受了咱們資本市場上漲带來的快樂，他們的賬戶又多了很多錢，不負韶华，不負有心人。但是考慮到還有很多人顽固分子，还有很多人对資本市場抱有懷疑這個態度，導致他很猶豫，不敢上車的。考慮到這樣的群眾還是很多，所以說今天主力安排了更多的股票倒車接人，3734家倒車接人。因為主力一看馬上要發動行情了，發現很多人沒上車，你說這個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這肯定不行。所以說主力立馬指數穩步上漲，但是派了更多的車回來接人。所以說主力有關部門良苦用心，大家一定要牢記，只讓一小部分股票先漲起來，对吧？大部分股票回来接人，這種安排可以說在資本主義市場那是不可能的。在資本市場沉浸多年的胡老師也發出了最新的評論，他說我們 A 股是高質量的上漲，而日韓股市是低質量的上漲，那美股那就更是低質量的暴跌。中國經濟向新向優在資本市場的生動體現。今天我國5月份經濟數據發布，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向新向優，新質生產力持續壯大，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5.1%， 產業創新成色更足，消費服務增勢良好，帶動消費提質升級，外貿韌性持續彰顯，總量增長，結構持續優化。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資本市場呈現鮮明對比。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17日在2026年陸家嘴論壇上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塊市值佔比超過30%，市值超1000億的上市公司中，科技企業佔比已達 45%。這一數據正是 A 股高質量上漲的最好的注腳，這也是我們和美的、日韓資本市場一較高低的一個底氣。近期 A 股在政策支持與實體經濟韌性雙重驅動下，呈現穩健有序的上行態勢。這不是單一事件刺激下的脈衝式拉升，而是內生動力驅動的高質量上漲。高技術製造業的強勁增長，新質生產力的加速壯大，為科技板塊提供了堅實的業績基礎。市場定價更加理性，估值與基本面匹配度顯著提高，即使出現正常的調整，也屬於健康的高質量的回調，夯實基礎，為後續持續向好積蓄能量。宏觀政策積極有為，進一步增強了市場信心，居民存款向權益資產有序搬家，直接融資佔比提升，服務消費良好增勢，也為相關板塊提供支撐。這種上漲有質量、有韌性、有後勁，充分印證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態勢沒有改變。相比之下，日韓股市上漲則屬於典型的低質量上漲。6月17號，日經225指數收盤上漲 497.75 點，漲幅僅 0.72%， 這個
還是在 A 股的帶動之下，本来这個日本股票它要跟着美股要往下出溜，但是在我大 A 股的定盘星壓30的帶領之下，日股也上漲將近500點，也勇敢的去創新高。韓國的綜合股價指數上漲了137點，微漲1.58%。當然，它也是低質量的上漲。這個日韓指數看似亮眼，但是難改跟隨 A 股的這種角色。日韓股市主要依靠美伊諒解備忘錄等地緣事件驅動，依賴出口板塊短期情緒提振，缺乏內生增長支撐。韓國散戶槓桿特徵明顯，日本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一旦外部利好消退，波動性大、可持續性差的弱點將暴露無遺。而美股呢，更是發生崩盤和踩踏。美股昨夜的表現更是低質量的崩盤典型。美東时間6月16日，美股三大指数走勢分化，納指暴跌1.15%，標普500指數也是暴跌0.57%，道指微漲0.6%。大型科技股漲跌不一，芯片股全線暴跌，費城半導體指數暴跌5.7%，英特爾暴跌8%，AMD 暴跌7%。儘管 SpaceX 微漲4%，但整體高估值科技股擁擠交易和盈利兌現壓力，導致市場快速回調。這種暴漲暴跌的特徵高度依賴流動性與情緒驅動，抗風險能力極弱，與 A 股的穩健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今年上半年經濟已進入衝刺階段，多重利好疊加，上半年經濟有望交出亮眼的成績單。資本市場作為經濟晴雨表，將繼續沿着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穩步前進。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這是我們最大的信心和底氣。A 股的優質表現正是這一底氣的生動寫照。面對外部環境的複雜變化，中國資本市場必將以更加穩健、高質量的步伐服務實體經濟，為投資者創造長期價值。向新向優，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同頻共振，未來可期。所以說，作為中國的散戶，那是何其幸福啊！我也看了一下 A 股的股王再創新高，這個咱們的 A 股股王一點都不輸 SK 海力士，也不輸這個三星。作為目前 A 股市場股價最高的股票，聯訊儀器今天再度走強，盤中股價最高觸及2378.68元，創出該股上市以來歷史新高。今年6月以來，短短的這10幾天，聯訊儀器股價再漲30%。所以說你在美國、日韓，你很難找到像聯訊儀器這麼好的股票，就是三星電子、三星集團還有 SK 海力士也難以望其項背。為什麼？你看我們的聯訊儀器這個最新的市盈率僅僅800倍，前途可期，前景一片光明。你看那 SK 海力士市盈率8倍，基本上已經到頭了，沒有任何成長空間了。我們自己的這個存儲芯片龍頭叫兆易創新，今天也漲停了。這個當然呢，它對標的就是 SK 海力士，最新股價報586元每股，創歷史新高，年內累計漲幅173%，怎麼樣？比 SK 海力士怎麼樣？一點都不輸，而且它未來可期。我也看了一下兆易創新，它的市盈率只有200倍，也是前途一片光明。當然了，這些都不算什麼，我們還有一只股票。從2025年4月到現在15個月不到的時間裡面，漲了30倍。請問美國、日本、韓國資本市場能找到這樣的股票嗎？15個月不到的時間漲了30倍。這只股票就是鼎泰高科301377。6月16日 A 股市場又一只30倍股誕生，這個股票漲到578元每股。AI 產業鏈繼續飆升，截至16日收盤，相比2025年4月低點，最大漲幅已超過30倍。這個叫 PCB 概念，鼎泰高科，這個市盈率也不高，也只有500倍左右。你看看咱們這些漲了幾十倍的股票，它市盈率還不高，市盈率也只有幾百倍。而這個鼎泰高科市淨率也只有80倍，
所以說這些都是前途可期，這些都是新质生產力。刚才這幾只股票不同程度的都有一種抢筹的现象，就是大量的资金蜂擁而至，有点像10几年前的资金蜂擁而至买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子一樣，買到就是賺到。我們看有一個媒体評論，有一個叫彭朝輝的，也不知道幹啥的，他說他描述現在美國資本市场的這種瘋狂，他說炒股30年呢，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瘋狂的景象。這指的是美的的資產，這個資本市場一無視世界杯魔咒，無視 SpaceX 的抽血，不在乎日本央行加息，不在乎歐洲加息，也不在乎後天美联儲放鷹，反正老美不顧一切的漲，第一次見識到原生家庭帶來的思維局限性。第二個，他說無數馬斯克信徒產生一個共識， SpaceX 不貴，他們覺得500年前人類霸主地位從陸地轉向了海洋，葡萄牙、荷蘭、英國一個個輪流當主角。500年後的今天，人類的邊界正從地球往外太空拓展，而 SpaceX 已經站在了新時代的大門口。三，因為這個瘋狂的共識，馬斯克已經連續2天每天都賺一遍巴菲特一輩子賺的錢。目前馬斯克身家等於 8.8 個巴菲特，也就是說巴菲特居然淪為計量單位，馬斯克跟我之間隔着 8.8 個巴菲特。這個主要是描述美的日益沒落的資本市場現在是多麼的瘋狂，這是崩盤式上漲。我們再看這個胡金老師最近比較活躍，很有可能在資本市场有所斬獲，紅紅綠綠的這些 K 線多多少少是埋沒了他的人性，掩蓋了他的人性。胡金老師他這2天發了很多關於美國和伊朗諒解備忘錄的這個東西。胡金老師昨天已經宣布了，你美國和伊朗不要爭吵，不要爭誰贏了，贏家另有其人。美國伊朗你們倆爭一爭誰輸了，這是胡金老師的這個潛台詞，就是贏家另有其人，你們2個人你就看誰輸了就完了。這胡金老師今天他發了個微博，他說伊朗戰爭走向結束，秋後算賬正在開始。特朗普打輸了戰爭，他的政治威信將嚴重受損，共和黨也可能在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中為這場戰爭的結果買單。最糟糕的結局在等着內塔尼亞胡，他被廣泛認為將輸掉今年秋天的議會選舉，失去所有的保護後，對他的貪腐調查將重新推進，他很可能被判入獄登大牢。伊朗擊退了美以，證明了自己能夠與這2個軍事強國同時對抗，並且贏得了用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對抗美國的超級戰略工具。這份榮譽和驕傲將與是否可以避免戰爭，是否應讓民眾免受長期苦難的質疑相互對沖博弈，塑造結論和新的民意，決定伊朗接下來的政治走向。胡金老師去掉第1名不要聊了，第1名，第2個受益的是在他的胡金老師安排下，第2個受益的就是伊朗。伊朗擊退了美以，伊朗抵抗住了2個軍事強國的对抗，並且成功的運用了霍爾木茲海峽作為超級戰略工具。那第3慘的是失敗一方，那就是美國特朗普政治威信掃地，共和黨很有可能在中期選舉中要失敗。那敗的最慘的是內塔尼亞胡，他還有牢獄之災。去掉第1名和去掉最後1名，有人說最后1名是誰？最后1名呢，肯定是被送走的毛拉，送走了一大波，这個排名不分先後了，不念了，太多了。第1名和最後1名都去掉，那就剩下伊朗大勝，特朗普失敗，內塔尼亞胡是慘敗。胡金老師用他一貫的風格，用最激昂的勝利敘事包裝最尷尬的妥協現實，把一份脆弱的雙方各取所需，連正式條約都說不上的諒解備忘錄，直接定性為伊朗擊退了美以，特朗普打輸了戰爭。也就是說啊，胡金老師完全照單全收這個伊朗革命衛隊媒體，還有美國的左派媒體，是吧？照單全收，那就是特朗普慘敗，而伊朗是擊退了美國還有以色列。這種解讀雖然很符合談判胃口，很解氣，
但離現實太遠。胡金老師完全忽略了伊朗神棍毛拉走了幾十個，伊朗已經被炸成廢墟，伊朗民不聊生，對吧？伊朗國內通脹，經濟崩潰，這些在胡金老師眼裡不值一提，這都不要緊。但是只要特朗普一鬆手，那你特朗普就輸了。霍爾木茲海峽充其量是一把雙刃劍，對吧？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當然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對油價造成影響，但是對伊朗那是直接影響。今後無論是波斯灣的局勢怎麼變換，伊朗恐怕很難在第二次把霍爾木茲海峽當武器。為什麼呢？也就是沙特、卡塔爾、阿聯酋這些國家，他們都在亡羊補牢，猶為未晚，他們紛紛都要減輕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往出運送原油的依賴，他們一定会規劃各種管道運輸。所以說霍爾木茲海峽你把它當武器也只能用這麼一次兩次，越往後它的邊際效益越提前。但是對伊朗來說那是叫杀手级的，伊朗的幾個港口一被封上，它的石油100%很難運出去，它修管道往哪兒修？過去曾有傳言是吧？伊朗人用鐵路把原油運往印度，這簡直是開玩笑。印度的煉油廠都在東部沿海，你想想吧，橫跨印度就好幾千公里，你再從伊朗的对吧西部那些海岸把油運到印度的東部，這什麼概念啊？對吧？這恨不得1萬多公里，用火車去拉。簡單點說，印度東部的煉油廠，你說你自己出錢去拉，油不要錢，他都不去拉，因為運費他都付不起，不合算的。所有的榮譽和驕傲，更多的是給伊朗國內強硬派的情緒按摩。真正打完仗以後，伊朗經濟一片狼藉，精英被定點清除，民眾開始質疑犧牲換來了什麼。這時候談驕傲未免太早也太殘忍，也就是完全忽略了這個伊朗國內的經濟。胡金老師給內塔尼亞胡提前判了死刑，認為以色列沒有達成徹底摧毀這個伊朗核設施的目標，甚至還有什麼顛覆政權等等。但是胡金老師還是低估了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的政治生命力。這個內塔尼亞胡在以色列搞了多少年了？也不是泛泛之輩，也不是說想抓他就能抓他。退一步說，再退一步说，就是内塔尼亞胡如果被抓下台，那上来的一个以色列总理，那恐怕只会比内塔尼亞胡更加強硬。對以色列來說，伊朗擁有核武器，那就相當於宣判了以色列死刑，而不是宣判內塔尼亞胡，而不是宣判以色列總理死刑。胡金老師能整明白嗎？也就是說，跟伊朗的恩怨不是內塔尼亞胡跟伊朗的恩怨，是整個以色列。伊朗人一旦擁有了核武器，是吧？下一秒先炸的就是以色列，這國土太小，扛不住啊。胡金老師最擅長的就是把一場雙方都沒有贏的爛戰，硬說成一方大勝，另一方慘敗，然後用秋後算賬4個字，把所有的複雜後果輕飄帶過。大勝的一方在後面數錢，贏麻了。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這種糾正、這種治療還在半程中，遠遠沒有到最後。所以胡金老師說這些太早。既然胡金老師知道這是特朗普為了他的中期選舉搞的一個諒解備忘錄，那麼為什麼不想一想中期選舉結束以後會有怎麼樣的一個走向呢？一切皆有可能。嘴上的勝利永遠廉價，真正的戰略結果要等到60天後核談判真正落地，制裁實際解除多少，霍爾木茲海峽是否真正的自由通行，伊朗經濟能否真正喘口氣，才會逐漸顯現。我在上一個節目說了，即使全世界為伊朗準備好了300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那也得伊朗自己能夠拿到這個錢。他要改革開放，他至少要像越南一樣。那伊朗的毛拉政權這種體制，他能承接這3000億美金嗎？你穿西裝的談好了一個項目，結果革命衛隊說不行，找誰說理去，對吧？連印度跟伊朗這兒投資都是屢屢碰壁，那可是正義聯盟的兄弟。所以這回胡金老師作為正義聯盟野生民間發言人，恐怕又過早的宣布了所謂的勝利。而特朗普本人在美國國內承受美國的壓力，那也是必然，那也是應該的。好，
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